那个走，走走走走走。看一下鱼，它还有人的。哦，那你很简单一不啦？哦。你不晓得没分。今天忘记了。拿穿了衣服，或者是为了什么？稍稍快给拿来，拿一嘛。你先动。进来走啊，进来。快快我不，倩倩啊，快来！你们用苗语花讲哈，看着远。俺的儿子10岁了。嗯。10岁了，妈妈，你看我好声音，叮当叮当叮当。这个东西，我自己去。来了，是吗？可以了。啊，哦，你要穿我这边穿了吗？我这边穿了吗？哦，这不是，你穿不是？你们哪个行的吧？哪个行的？拿小儿子生气，小生气。啊，这是买。这里是好把银子啊！真的马上小弟生气了啊！